兄弟，待會去哪吃飯呢？去食粵菜啊！好啊，哪一家？呢間啊，回轉壽司。不是說好吃粵菜嗎？嘿，回轉壽司而家我哋心目中已經係粵菜啊！你哋唔覺得佢同早茶好似嘅咩？這哪兒像啊？你講下回轉壽司嘅特點。分量不多，每碟就1-2塊壽司。早茶份量都唔多，每籠就3-4個點心。幾種顏色，不同顏色碟子價格不同。分細中大特頂點，唔同嘅點心價錢唔同。在軌道上看見什麼就拿什麼。喺推車底見到乜就攞乜。以前，這也行。仲有最似嘅一樣嘢，佢哋喺週末都一樣要排好耐嘅隊。上次我試過排14個鐘發瘟。那這也不能說它像粵菜啊！粵菜不是講究口味嗎？口味仲似粵菜啊！又唔熱氣，又唔重口味，又講究食材原本嘅鮮味，又有豉油撈飯食，而且仲有最關鍵嘅一點，啥呀？學子華神話齋，佢嘅本質就係一碟迷你碟頭飯，冇一個廣東人可以拒絕碟頭飯。行了，懂了，但我不想吃壽司，還有別的選嗎？咁咪食個第二種粵菜咯，關東煮。這不還是粵料嗎？冷知識，據說關東煮係從廣東傳過去，原本係叫廣東煮，後尾傳下先叫錯音，叫成關東煮，所以佢嘅本質都係粵菜。這世界就是個巨大的粵菜。